大家好，上个星期有一位顾客联络了我，听了他的分享之后我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帮到他的健康问题。在我的邀请之下，他也愿意拍了一个视频和大家分享。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的以牛长子的一个体验哦，我们来聽聽他怎麼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ss， 我係咪 Miss 哦？我係一個有焦慮症嘅人嚟嘅，夜晚瞓覺咧真係好難入眠嘅。但係我有飲酒嘅習慣咯，有一日我就諗住我成日飲酒，我就去健康檢查咯，檢查我肝指數咯，發現到檢查出嚟個肝指數偏高，咁就令我好擔心。咁講我就去藥房問咯，嗰啲藥劑師介紹我食咩好咯，咁佢就攞一本介紹我食呢個鳥增絲咯，鳥增絲咁樣我就買翻嚟嗰日夜晚我就開始食2粒咯，咁樣服用咗1個星期咗喎，我就覺得夜晚瞓覺好好瞓喎 ，nice， 醒來嘅次數咧就好少咗喎，情緒方面咧就好穩定咗，我日頭人都好精神。咁我繼續服用3個月咯，並且配合減少飲酒咯，咁樣咯，調整我作息3個月，再去驗個肝指數，變咗肝指數3都正常翻咗咯，咁樣又令我好歡喜咯，又好安心咯。但係我就好多謝呢個藥劑師介紹我食呢個產品，呢個台灣鳥增絲咯，咁我就食咗好多啦，我食咗都有2-3個月咯，咁樣呢個產品係唔錯啦，OK可以幫助到我哋身體嘅健康咯，咁講好多謝各位啦。